有一个女警骑警车一路骑去伫高速公路顶，而车顶咧冲浪，互人看到流庆歌。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呢？原来女警要来查人，讲发现一台轿车闯红灯，转弯阁无拍方向灯，赛车阁摇摇晃晃，感觉真无对同，马上向前甲拿闸，想袂到对方无爱停车，阁一路为快速道路冲去伫国道。女警无放弃，一路对去伫高速公路顶，甲砸落来。可以这样吗？国道停车。民众发觉真大声，因为一个女警将警用的机车骑入国道。女警向警报器佮拍方向灯，一路为内线车道切出去外线，伫咧车顶内底软来软去，一直换车道。这个画面，互人看甲是心惊胆吓。要惊是，大家大车拢唔敢开伤紧啦，以地免地啊，所以人爱留意啊。警察骑车上国道，嘛互人质疑敢有违规，警方马上跳出来解说，原来这是咧执勤。为本分局交通分队员警执行取缔交通违规勤务。时间北区来看，一台黑色的轿车伫咧大马路偏车。就是无要插警方向警报器，爱伊停车。刷落来一个过弯，驾驶开上快速道路，往国道来闪避拦查。女警无要放弃，一路对伫后壁，要将这个违规的驾驶甲抓落来。一台自小客车因闯红灯、转弯未打方向灯、行车摇晃等行为。员警因而上前拦查，为着土地违规，女警一路偏入国道。按照法律，咧执行公务的时阵，会当卖受标志甲标线等等的限制。向警报器开警示灯进行拦查是合法的行为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orld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